为着要来推广着国产的非基因改造的大豆，而且来增加着对纯激素的豆油的了解，台中市农会特别来举办着乌干仔秘密亲子料理的比赛。中部菜示范料理沙白鱼肚，用的沙白鱼是台中鱼市场的沙白鱼，豆油是台中市农会所给的豆油，强调国产不是基因改造的。透过我们在地的食材以及我们大存量的一个酱油啊的一个料理方式啊来增进我们亲子之间的一个互动啊。为着推广在地农产甲渔产，台中市农会举办亲子料理比赛，来到台中鱼市场举行，总共有16组的亲子家庭参加，75分钟内要完成示范的料理加指定的料理。我觉得，让孩子从小培育有食欲的理念的话，他对土地会更有情感。透过活动，唔但增加亲子之间的互动，嘛，互囡仔去了解农渔产品的来源以及进口农产品的差别。无形中替家长甲囡仔上一节饮食文化的难得课程。